仰哪儿啊？一个是松到手心，一个是松到脚下。哎，这个这样走也可以，这样走也可以，是吧？现在不松气，现在不关气，什么时候关气？就定势的时候，是吧？身家坠肘，哎，把气松到这儿，7分松到这儿，3分到梢间了，很自然的。不要这个完了，不行，站着。哎，这第二个，这样，这叫什么？气贯丹田，也不要用力，也不要使劲儿，就用意思一想，松气，哎，沉家坠肘，松气，气下来。时间一长呢，丹田气满了，内气就足了。